放起来！他俩猴子。得带到哪里去？唉，你慢慢就会明白的。姑娘，你这罗模样更叫大姐甘心了。我怎么样啊？万贯汉冤叫屈，娘娘，奴婢并不罪过，亡命难违，奴婢不管抗旨，方娘娘面前呐。好一个亡命难违，哀家多此境界，不许尔等妩媚何足，为乱圣宫。你怎么只管违抗一次你？什么罪名难违？自己放手要进退，妩媚何足你认罪，为乱圣宫，好天罪！是皇昂驾到！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臣妾在此接驾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不知皇上所指何人啊？请问就是那个生我了家的宫女，宫女外孕，臣妾岂是不知啊？皇上，皇上，不知这不怪，请知道所将宫女交给张明带走啊！妈，宫女外孕，证明解析，臣妾弃官怠慢，张明。对。你所取召见于意，哀家要亲自诊断，以报龙胎。是。哀卿此次深明大义，更乃贼气自负也。
是你登基，怎梦龙戏绿颜旗，摆在公路城贵妇。紫金色当朝阳宫，为官不做君王保谁记？这不枉喜之娘娘御医早到，皇上，请到西殿稍会。哦，有了哀请早应。皇上啊，皇上。哦，你安静在此，听为主动吩咐啊。好，好，请您自动安排，自动安排啊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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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，臣在。你是极品官儿，臣蒙圣恩，是个五品御医。你可要官升3品吗？官升3品？不，臣不过于绯闻之下。你听着，今日宫女狂称外孕，迷惑君王，哀家要你仔细诊断。你说是医术并用，出了差错，莫怪满门抄斩啊！朕知。是玉胎，还是无胎？无胎，怎就无胎？这无胎。好，你写下诊断来。是。好前人刀！万岁爷，那边同睡了，快走！是。啊！你经过细菌！哦哟！我的皇上啊，细菌的不是臣妾，而是这该死的贱人啊！家园细菌。无罪妄议，无国之义。这都是些什么？万岁爷如此动气呀！他们要争你的秦王之子以及终身，是此事嘞？难道争就不为有此了吗？哦，原来是此，难怪王爷他积极进宫，定要面见皇上啊！哦，他来了。是，王爷正在外地等来。好，我去见他，看他有的后事。
公小三不放心，才女簪花变恭维，君王焦虑无奈何，堂子有心追地位，朝臣纷纷空言儿，各云有关去看我来献臣归。张公公，如何吩咐？六姑娘，有件好事要轮到你了。好事？如何好事？这日此插班宫女身怀有品，不能死而天也。大家看你聪明伶俐，手脚勤快，要唱你来侍卫皇上啊！侍卫皇上？哦不，我怕。奴婢初来乍到，这日生事，只怕不能胜任，万请公公另选他。此事非你莫错，不许抗命。是。这就对了嘛。你莫怕，一切由杂家为你安排。万岁爷即刻驾到，你要小心侍卫了。万岁爷看了，你去端茶送水。万岁爷急了，你奉上言行。万岁爷算是困了，你去铺上点笔，我日安歇。明白啦？是。是。这就对了。你
加害于臣，王当趁求定人，后宫重营，岂无龙自己曾大痛？臣虽不在，却免诛了，绝不管这非分之想，把皇上念经啊！这将你能国是如此心中，秦王既有忠心，怎岂不私足自尽？去吧。万岁爷在此蒙受，还不如为周日此去吧。哎，周日此也是无聊。哎，周日此乃清净佛地，怎为无聊？万岁，万岁走吧，万岁走吧。哎。见皇上，禀色，禀色，我怎么从没见过你？奴婢初进皇宫过去，见得这个是宫女完毕，奴婢是替他这般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雷公儿。好一个雷公儿，我的情妇突破洞，6月内生，我就成的领真公。愿意吗？把我累在这一次，哦不，你滚抗旨嘛！奴婢遵旨。
就对了，累死了。今日忙已将七具组送到镇上。是。皇上进来为何总在这日此？莫非他？来呀，在第二人呐，在点信到这日此，代驾问候皇上。叫皇上节劳续谢，保重龙体。是。娘娘，请用圣汤。
娘娘御医早到。娘娘，娘娘，谢谢娘娘御医早到。快御亲。是御亲御医。朕恳请娘娘审案，谢娘娘赐朕3品官言。愚公之上，理所应当。谢娘娘。听说你一日高明，于今无可，故朕是此吗？朕不管是夸，1时无可，万顺处通。好，今日以来，哀家自觉身上御医，你来看看，末将是何？谨朕一旨。稍有些变化。怎么样？待朕再诊。是了。你快说，哀家是马起脸子心马，马子2万几娘娘子花到去彩虹落分到中年称心我们分冤了。不错不错，人到中年天规必绝，此理是命，却不会错的。大胆有意，一派无言。来呀！有。这样的大胆有意，从这4日当在天牢。娘娘，我说的是真话，是真话呀！娘娘，讲的都是废话胡话，臭话呀！娘娘。
雷姑娘，雷姑娘，他回来了。雷姑娘，奴婢可以见皇上。哎呀，雷姑娘，你可是有法的楚楚同人了。千娇百媚，好不叫人怜。哎呦，来，奴婢可以见皇上。你们是何人？尽管到此。奴婢管王与娘娘一旨，请皇上接劳续些，保重龙体。啊！哼！你们可知这次灭人王恭敬地正为家时口，你尽管顺子藏着。王与娘娘谕旨，奴婢不管抗命，望皇上原谅。这，快出去！是。皇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真要都是谢谢一位。哎呀，皇上！哎呀，张公公，你快救我呀！你这是有戏了。哎呀，张公公，你快救救我！你救救我啊！好，你放心吧。张公公，你该怎样？好，你且保重龙体，一切由洒家为你安排。是。当令求见。当令求见。他来的真好。当令觐见。奴才叩见娘娘。你来这人。奴才有要事禀报。什么？是。皇上驾临最是此，三夜闭门不成无，今年非为立朝政，一列绝印一公公，此女名叫吕公儿，娇艳非万身长我，自在皇恩已3月，恰日鸳鸯心嘿保密，你可自罪！不知奴才手腕后谁呀？你既自私发3月，为何此不报？啥事
置之不报，娘娘可是错怪奴才了啊！此话怎讲？此事非同儿戏，须有证明实据，方可禀报啊！是此事来，你是拿到证据了？证据确凿，所据何来6日已有圣允了。娘娘，速将刘公儿捆绑起来！娘娘息怒，前听奴才一言。你官为要逼取经？奴才不敢。娘娘，奴才要为娘娘尽忠啊！退下。你快说吧。是，奴才对待个人一事。何事？为什么王让他年华失草？为什么娘娘你年忘无恙？以你之见呢？以奴才之见，娘娘你生大烈，杀宫女，失于凶暴，凑上了夫妻情，君心懊恼啊！君心懊恼，难道哀家就不管了吗？不是不管，有道是明枪易斗，暗箭难防啊！你是要我碎明枪，是暗箭？哎呀，娘娘生命啊！张明啊，你忠心耿耿，可得信任。这吕公儿的事就由你来处事。奴才怎知？且慢，在处事之前，哀家倒想看看这迷神的要紧与何迷神之处啊！在处事之前，哀家倒想看看这迷神的要紧与何迷神之处啊！哼，这带路。准知。不要哭！哎，从你上工那天，我就知道你要出事的。大姐，我这身上过举目无亲，你真是我的亲生了，你可要为我想个办法呀！事到如今，你只可以，何其可以？剪草绿根，谁马宝本？剪草绿根，谁马宝本？啊！你是要我当太？你至于当太？我当太。姑娘，剪草之前望在眼前，怎么当太难免一时啊？你可不能误读啊！你看，他既为你备下当太一职，你快忘了吧。哎，这当太之样，我绝不能走啊！哎呀，这姑娘不肯当太。我的母子娘娘见到有意，我的娘子来。淑才，你
噻，起来吧，把哀家看看你。听说你美国老公也要军方，我是慕名而来，一度放用。奴婢不管。哼，古人命都须准啊。就不敢勾引皇上，那就是皇上勾引你了。皇上与奴婢恩深相遇，临终时候，恩深相遇就留你手。啊，对，以你这段话永远嘛。皇上一相遇就着迷了，看一眼就丢不开了，是吗？后世也供你非常冷冻，全部上了翁妻要紧了。不，我偏要和他比一比。拿莲花进来。是。我对你叫花在绿红对。莫你当年化为贵，照样远离对方飞。恩恩不断三推三，龙飞的来空人。问天心切不空，春风花雨不不动，见你与娘娘你不要再看看你这个妖精。你看你病急
不听他们唱几个，有心生灵气一动，千般灵草皆可成，必求胎儿成母体，陪我参下佛宗儿，先到繁华成平无名啊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呀！聪明，奴才在，将吕公儿立即处死！娘娘求求你，娘娘求求你，娘娘，哎呀，二姑娘昏死过去了。不必惊慌，速将她救醒，好生侍卫，请吩咐。姑娘醒醒啊！姑娘醒醒啊！啊，长公公如何吩咐？文公公，小弟带来举出你这位冷宫首领太监，恭为他计，灭报吕公儿。既报吕公儿，你如何别告灭你？唉，这是报告灭，也能报得灭吗？今我常教私欲泄露，只有告灭，以取心诚。不过此计虽好，但万一泄露，别是死罪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谁能以我之事闻得大名，国君之身，死也使用啊！这是生个女儿呢？这是女的，最少不是。今年后进来了，知道皇上为卿重去，臣妾得到月宫购物，为皇上候见。请。
皇上，你听此却请与月儿为文诉状。皇上，你可知确名吗？知，不知。此却就叫陈江花月也。只可惜花儿甚好，月儿难圆呐。皇上，何出此言啊？丞相，是。子头，你看呐、真情不能生冤吗？你不能生于倒也罢了，可是你皇上前世不能讲究，这也是佛文是此呀。话虽是此，可中秋节普天同庆，万姓同乐，朕归为天子，却想得个儿女何解都不能，孤孤单单，冷冷清清，都可比这天上的月儿高则高也，明则明也。这是故寒了，月明信息嘛。月明信息，是啊，神老定心，看来朕明该是此了。皇上，你启罪皇上娘娘，请望待小殿下给皇上娘娘候起来了。哦，是皇上来了。哦，快快带来，一起赏月。是，宣小殿下金元赏月。小殿下金元赏月。七亲王来了，七亲王来了。你千万要小心，不能随便乱说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参见王法，参见王法母啊！禀声，这儿来，让伯父看看。哟，长高了。来来来，去阅兵吧。阅兵？不要不要，我在家里找起你啦。这儿啊，来，你阅兵过去，去这次追追看看吧。啊，你看这王宫
玩吗？好玩，王宫雨大雨气派，比我家的亲王府气派多啦。是啊，王宫里有很多宫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父王常常对我说，王宫里面生宝殿，有太后殿、金圣殿、天清殿、养心殿、为官殿。哦，对了，我娘说，将来她要是什么？你娘要住昆明殿？那当然了，将来我做了皇帝，我爹我娘当然要搬进宫子嘛。啊，崽儿啊，你知道现在的昆明殿是谁治的呀？是你王八木治的呀。那既你娘治了，叫我去哪里呀？对了，我们搬进公子，你搬到我家去住，不就好了？啊，这都是你父母教的吧？是的。哎呀，来人，快把他带下去！不，你找他死！带下去！带下去！我不死了！同志不行，托真情，老子也心早算你。哎，这话一讲了，真是他们不了。哎，我好后悔。回到祖国里，才知生活富贵，皇上在御史自在，为官基于贵地位。今天不知清官中，也是皇上亲生的，东风太岳本是我昆明中人，为我配。你真算罢了，可惜完了。不完，赵明在转奴一子，光选宫女，是儿皇上，为皇上产下太子者，父为贵妃。你为何发笑？奴才是为皇上娘娘高兴呀！李月王子却满道喜，皇上已有王子，奴才怎么不高兴？怎么不道喜呀？此话怎讲？皇上娘娘啊，可记得多年前一段情情，有一女民工儿很美，记得，可他后来呢？难道他玩我子啊？去看看月花，我要出去。孩儿，
回吧。娘，你让我出去嘛。儿啊，听我儿啊。吕姑娘，大弟们送月饼来了啊！吃月饼吧啊！哎呀，月饼，啥是月饼呢？大弟，遇上你的心了，大弟无能为于如此。吕姑娘，你可知今天是啥日子？中秋节。是啊，又是一年中秋了。你们早点歇歇吧，我走了。啊！哎，中秋节，我听得明月难归，又一去曾见半子还一去，小娇儿能共与君一诺年，那破天际月饼真好吃，你也来吃。儿啊，娘不吃不吃。儿啊，娘把你带哭了。不哭不哭，有娘在，我一点也不哭。娘，你哭吗？为了你，娘再苦也辛过。儿啊，你是为娘的命啊！娘，你也是我的命啊！儿。吕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王老娘娘来了！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！雷声响！快救救我的孩！快救救我的孩！爷爷，最先把小娃藏起来！你们快把他藏起来！我来！之下，吕公儿接旨，奴婢接旨，供我吕公儿接备接驾。遵旨。吕姑娘，大喜呀！大喜！是啊，皇上我娘娘要来接为王子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娘娘，她不是要生我的儿吗？哈哈哈！不是的，皇上娘娘正为此事待遇，今夜忽闻已与王儿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荣幸大悦呀！吕姑娘，你母子撤退了。撤退了，我母子撤退了。是的，你快准备接驾，咱家去了。你们快出来！哎呀，出来！哎呀，你们快出来！哎呀，快出来！哎呀，你们可听到了？我儿撤退了！我儿撤退了！老天送上天爷了！儿啊，你可老撤退了！娘，你怎么了？儿啊，你父王要生你了，从今往后你可以大胆的到外面去玩，可以天天吃月饼了。真的？真的。
完的日子。吕姑娘怎么忘了？皇上我娘娘即刻驾到，你们还要接驾你呀？这可是大事，怎么办呢？最要紧的是叫小王子接驾礼。接驾礼呢？我来叫他。啊，孩儿啊，你快来演。好，你跟我演。参见父王。啊，孩儿啊。哎，来，参见父王，参见母儿。参见母儿。好，你自己来。孩儿啊。参见父王，参见母儿。孩儿啊，你会要为了？也为了。好，因为儿你不忘来了，你的4次接驾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可是谁是我的父王啊？对呀，小王子从未见过他的父王。是啊，你叫他向谁接驾？对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皇上已有无须了。皇上他也有无须了吗？是啊，你对面不见，皇上他以两臂里的西域贼凶。儿啊，娘来告诉你，娘，父王是个啥模样？你父王年将短罢，年将短罢，曾去定人西域贼凶，曾去定人西域贼凶。你的空前长须之人，就剩父王发用此意啊？无须？啥叫无须呀？玉亮，孩儿啊，你无须不晓得，这对法你总晓得的。娘的头上也有头发，孩的头上也有头发，大家的头上都有头发。头发我晓得的，这是好的。无须模样两头发，这头发只能最怕香。这个是头发下面擦头发，那头发一个晓得了，谁嘴巴下面长出头发，谁就是我爸爸。这就对了。万岁驾到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王儿平生，哎呀，我想死你了啊！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！平生，上令在传朕之意，即刻宣旨他人，昭告天下，封我儿为王太子。是。恭喜王太子，恭喜王太子！谢谢父王，还有我的娘呢。爱妃在哪里？爱妃在哪里？爱妃在哪里呀？你谁委屈了？爱妃，朕对不起你，多亏了你为朕言语血马保我社稷，朕感激不尽啊！爱妃，你小受了，你憔悴了啊！诏令传朕之意，封60宫儿为索菲娘娘前去永翠宫。恭喜索菲娘娘！奴才这索菲娘娘后喜了啊！多谢张公公知吾之恩。王上，朕之母子能于今日全来长命之礼，朕之今日要替他举过恩典，请王上恩赐。来，应该，放令听奉。在。朕奉
你为王公总管太监，总理宫内一切事务。奴才希望上隆恩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才是中秋有缘，普天同庆啊！好啊，快给父王为公去，来拜驾为公。是。娘娘，大大长女，你可自罪？娘娘，你违抗懿旨，灭保宫儿，私扰王儿，谋国君。我问你，这欺君大罪，你可担当得起吗？奴才当不起，当不起我谅你也当不起。娘娘失罪呀！不过，杀的女贼嘛，你家也有功奴才不拘于公，但却无罪呀。你确实有功多亏你生门远虑，可是于儿功比山高。你听着，上也有理，杀也有理，你仔细权衡，想仔细。奴才明白。明白就好。幸福的娘娘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也是宫女出身，你们活过洞里，退下等候。天空我
下你。哎呀，说的娘娘，你叫我恩公，奴才不敢当。当初在我恩公，我母子早已死过浮沉，哪有今日荣华富贵？恩公在上，请随我一把。哎呀，说的娘娘，你可真是奴才了。哎，只怕从今以后，张明不是恩人，而是罪人了啊！总管何出此言？你可知道，奴才为救你母子，有三大罪过啊！哪三大罪过？这第一，为靠王儿一字，乃赃杀之罪；这第二，因蒙皇上有旨，乃欺君之罪呀。那他第三呢？这第三嘛，不是也罢。恩公胆色无妨。说妃娘娘，且莫问这第三大罪。奴才且问娘娘，当初王儿为何命我杀你？为我身外落家，他怕我谋义之归，与他不离。是啊，当初王子尚未出世，王儿意难相拥。可如今你此今我儿为太子，我封贵妃。将来呢？将来我儿登基，我为太后。那他岂能相拥？此次说来，他更难相拥。且难相拥？难道皇上不能庇护？说妃娘娘，自古来公平正统是不求，菩萨愿臣义忠，人杀安乐多身旁，公为到此须善后。我只怕所的进攻遭人欺，后期太子难成龙。娘娘生命啊！我的第三条大罪呀！当你无能挽救娘娘，求娘娘死罪呀，死罪呀，死罪呀！这什么？把你灭掉，请娘娘回有。哪根写的字？我找你，你快去禀
王位，都是宫儿吃了，心关情愿的吃了。可他生下的孩子，他永远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是我的儿啊，娘离你去。